第27集飞天。迄是一条剑弓，电神宫的剑吐出来的光，开大尊王倒伫涂骹，剑出鞘，射出来剑剑的光。拖通想起阿嬷定定讲咱阿母庄是电神宫的后嗣，是开大尊王对长山带领25000名的兵将。驶船浩浩荡荡过乌水沟，用勇气、甲智慧、甲荷兰人引导来台湾开基。虽望伊是一个黄酸囡仔，按祖先传落来的勇气甲智慧，毋通拍无。虽望伊是一个热心人类，神明交代予伊的任务和目标袂当放掉。拖通行到电神宫的身躯边，甲剑抽出来，几间大寺爷庙去互寒清清的剑气扫过，病立起来是真肉，拖通打头就把甜起来啊！剑撒咧，就要去甲鬼王车拼，行几步仔路，拖通险险去互交一个跋倒，原来是开漳姓王的良好兄。伊外头想修咧，袂当安尼去送死，鸡死头就爱鸡传我。伊伫庙内底四界巡，发现风雨雷电为表画拔落来，物件嘛落落来。拖通甲头壳内的智慧放互行，就去捡风神的地仔，甲芭蕉叶啊含巫师的佛尘。雷公的拱腿啊，电庙的镜转弹入去，风神地啊会当甲天地之内所有的风全收入去，内底看拢拢。拖通想讲，不如加收我。后殿妈祖的寿帮门乖捌捌掠我，伊四界去收鸡丝头啊！本地一个大人遐尼啊悬的大刀，画戟、花枪、蛇矛等等。我第爱风喙随缩小甲那企图遐细支，若是武器，伊阁甲曲鱼、杯、壶啊，甚至是香卡拢落入去。将其尾拖通来请开漳姓王的良好兄，甲徛好王爷的飞天冠提起来。拖通就有神明迄款的美丽上骹，阁有飞天的不凡神力。甲大门踢开，拖通手拿开大剑，脚站落，飞天冠的石鼓一咧，对天顶去。人和鬼伫空中对射，拖通用双手甲开大剑顶条条，大力去扑鬼王的头。鬼王腾起身闪开，来绕对拖通遐去，去互良好遐踢去边啊！出火金车，人鬼踢去两边。换鬼王出招，双眼射出金光，拖通用剑飞开，金光倒弹射落去打鸟鸡啊，嘣一声爆炸。拖通看下骹才发觉，伊伫打鸟鸡的空中，鸡仔骹蒙大雾，死静无声，去互鬼王的迷魂烟熏着，所有神明鬼怪全死死昏昏去。烟雾之中，敢若徛鸡的厝下，妙死的起巧扑起来。这个时阵，拖通听到嘶嘶嘶的声音，鬼王的火舌袂输干鬼的蛇，偷偷啊扫我，伫拖通的手指洗一连，蛇喙掰开，甲拖通倒手的手门夹落去。拖通听甲剑咻开，剑身拄啊好射着蛇身，哗一声，火舌断去。鬼王听甲哀哀叫，迄个声音敢若算袂清的乌鸦伫空中叫。拖通拼死咻手，甲手门的火泡花，留存一粒历史的空喙。拖通的手有够痛，欠水来捂凉。手伸入去红地仔晓，伊头壳想着啥，手头就会摕着啥。啥货？巫师的佛尘，敢会效果的？
大汤起懊恼，我要长子失了火，鬼王长子是头那细盘360度烧电喷火，未输射标啊，盘洗啊洗，一粒一粒的火金星就向大汤射过来。大汤用斧顶去挡，咻一个水煞泼出来，可比消防车救火，甲火金星触花。知影安怎用啊？大汤甲斧顶大力咻落去，变做热天的云翁，宛然水墨画，甲鬼王打咧。大汤真巧骨，随甲电表的镜超出来，镜反射光影，伫天顶巡找。鬼王发现迄个光随旋，镜中光对咧热，鬼王迄把火向光走，对啊，白死死的光甲鬼王顶咧，互伊袂顶袂动。大汤紧来举雷公的钢槌啊，弹落去。热天的云翁降时阵拍9999个死呐，大鸟的天顶，随正做蜘蛛丝迄款的电路。鬼王实在太厉害，家己也改做避雷针，死呐就拍袂着啊。死呐拍完，云开天清，鬼王无损害，火子阁生倒转来，复仇的烽火阁举起来啊！鬼王机啊降落去，大汤无别条路，干那会当认宝物出来，嘛毋知啥物火，就结出去，锵一声，是酷鱼，音波夭寿大。大汤的耳孔鬼啊，强要破去。鬼王无代志，因为听无，嘛袂晓讲话。伊干那烽火，无法度收煞的烽火。大汤搁去晓得啊，安鸟话，比无报啊，是一把香，剩香卡尔尔，紧来劈出去，正做针去攻击鬼王。鬼王甲手头的机啊，凊彩压一个，针倒头向。对大汤遮来，算啊！大汤阿家冲落去涂骹，密入去打鸟鼠啊！鬼王随入过去，双骹落土，遐行路，却没一个音声。大汤密踮米架内底，看到遐尼啊济布地，想到妙计，一步一步，鬼王惊我。大汤戆打。冲出去，甲鬼王砍布地，伫地下内，鬼王缩做一只纸红啊，大汤紧甲风喙拔起来。故事敢安尼就来结局。